我全部嚟。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您多多來收聽邊啲好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嚟介紹我特別嘉賓就係，這禮拜特別嘉賓是莊呢老焦我哋都歡迎。哎呦，死別見佢亂聲 ，sorry。佢講句我焦啦，我哋都，我焦老啲都。我焦老啲都毛毛菇，唔是啊，我啲都老焦，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老焦，好點咯，歡迎。Hello。好點咪個用過，แล้วก็攞隻新椒，較老咧新椒是叫零頭毛，歡迎。Hello。一條呢？條呢？OK， แล้วก็新椒มารู้嚟參加頭一擺 ，actually 同埋嚟是幾個數嘛？所以幾個數後尾放嘛，所以呢是你頭一 episode。頭一 episode 是唔頭一道嚟拍領導，歡迎拍領導。大家好。拍領導是按照 spell 我上學人我哋已經學過啊嘛，學緊話拍是 PHAK。哦 PHAH PHAH ลิ้น啊ลิ้นคือ LIN อ่ะ LIN แล้วเต้า DAU เต้า DAU แล้วก็ไปหาลอง看者ว่าจะลอง這是食咩我要食安怎啊你 YouTube 好冇 live 啊冇玩過 oh shit live 了冇帶到冇哦แล้วก็是ไม่使講未記 Hello 等陣我看位我當啲咩話 I mean maybe 我話我當話下特別唔在意 live 帶到嘅話啦特別我係啲換啦 OK แล้ว這啷叫咩這個叫咩絲瓜自白瓜啷叫咩這銀椒แล้ว啷有人叫棍椒嘅哦有冇聽過人講棍椒哦有哈所以棍椒唔捌聽過哦這邊人嘅講棍椒啦人冇講棍椒啊我講棍椒嘅我係有嚟家己人叫棍椒嘅咩所以我唔會講我抄大啊這什麼椒米椒啊就是阿毛椒阿毛椒一種呢Cavendish 一種嚟啊，變咗就是種兩種啦，有一個迷你椒啊，當邊有迷你椒啊嘛。特別冇啦，我講就是講乜你俾泡湯阿毛椒一行款嘅，咁樣上嘅，墨西哥嚟。細個椒，西梨啊，嚇？西梨啊，阿毛椒。大條咧，大條嘅泡湯。你唔是青嘅？我唔知按照拌嘅就，因為我顧阿華椒，嗰啲阿華椒係咩關係？我比較拌嘅。成滷嘅咯，阿華，咯。玩。譬如我同你講，我 cousin 到底係當年讀你 teachers training 嘅，然後伊咪就參與朋友嘅了，一電腦咧我哋混拿打波。你混拿打波，你咪你閉上眼，你閉上眼閉，你講你閉上眼啊！你個佢聽，佢講出來是個好笑。解混拿打波，講你閉上眼啊！然後阿華就有那個咪米椒是食料咯，辣椒青嘅椒，我都覺得青嘅椒。大利椒誒。大利椒。個波椒。香蕉，番椒。OK 啦，我唔知哪一步咯。before that 我會問啊，所以你講到 US 啊，他都按照 differentiate between 呢樣嘢，อันนี้เขาเลยกินเจียวกับอะไร plantain 啊，然後嗰隻 plantain 啊，你 plantain 是 plantain 咯，都唔是กินเจียว嘛？plantain 唔是กินเจียว啊咩？冇想蒸。plantain 是 plantain 個葉誒。
plantain 你咪等佢甜哦，伊皮已經熬嚟甜。甜特別加啲啲冰。plantain 冇啦，plantain 馬來西亞嘛有。是咩？咱煎香蕉嘛是用 plantain 嘅咯。I 講冇啦，咱 plantain 學嘅話叫咩？唔知。所以嗰大利椒啊，大利椒啊，大利椒知唔知？大利椒啊，大利椒。plantain 是大利椒啊，喂，叫一種嘅椒見椒，啊唔係，有一種嘅見椒有葡萄，哎咩？是啊，我頭腦，哇，我把 GBG 嘅哈 ，BG， 啊，你是大利椒啊 ，BG 嘅。我在入嚟煎，你就喺個切淡薄，淡薄啥順底淡薄嘅，佢是叫大利椒。喺嗰度入嚟煎椒嘅。阿咪椒有葡萄嘅，係嘛？BG，阿總去。BG 你葡萄。OK， 講到啲古嘢 MC 都同你講，但講明話地哦，幾邊出邊，啊，會講幾邊出邊，幾邊出邊，唔捌講話嘅，啊，你是講，แล้ว馬來亞人會教幾邊出邊講話，你嚟韓國咧俾，咁你馬來亞人幾邊出邊講話咩？我有誒，我細細漢去到教我大啲保曉，家己邊厝咯，過後我教我幾邊出邊本有講話誒，我唔捌啲人啊，我冇講。韓國先至冇咩出來。唔是啦，人教人曉嘅，人係嚟裝嘅，是人馬來亞人有 small talk 嘅，一人坐啲巴士啊，幾邊嘅人講看咩車，嚟講哦，你看這本車，我不看，你會響甲人講嘅嘛？特別我係 Midwest 本嚟 ，Midwest 人本嚟。我到這邊啊 ，Midwest 人們會較 friendly 淡薄，因其實嚇唔知是伊是 friendly，啲有本哪有情況啦，特別有咧啊，成個韓國日本有咧是樣成歹勢，歹勢 social，成個 introvert 嚟看就歹勢啊。對，特別樣嘅人唔是歹勢啦，特別都到青雲人咧，青雲人啊，唔敢講話，唔係嗰啲講話。因為唔知，伊是唔知安怎講，就唔知安怎，伊唔袂曉成日講，伊變咗只 awkward 去，伊袂曉甲青雲人講話啦。你是講青雲定是青雲啊？青雲，我講青雲嘅。青雲加青雲你唔使，冇意思冇上牌嘅，意思。特別字寫冇上哦。我上字嘅。我講青雲嘅。啊，冇上牌嘅，青雲。我講青雲。哦，青。我定知我係我只講呢，你講青雲定是青雲？我只講青雲。我講青雲嘅。有我覺得是 city area 人吼 tend to 無較濟，I mean 大鋪地啦，來甲南部啊遐啊，應該少講話咧。because 我自早細漢時，我10幾歲就搬去甲南部大了，真正出邊就真少甲你講話了，無咪愛講。and then 第二你樣做咁做隻話，他天天未見嘅，and then 無咪教攝啊，咪教插。冇咪嚟昂。無咪嚟昂。and then 阿妹對你放工9點幾10點嘅話，對你實在上嘅咯，出厝唔見人困了。and then 嘛在睇見 and then 你 weekend 時又出去外口坐車出去，無咪甲你講話咯。特別講細漢嘅事，咱講細漢嘅事啦。細漢點先誒，隔壁厝邊，我甲我嘅隔壁厝邊是真親嘅，因為我頭一間厝啦，冇莫白咯，冇莫白是我嘅即隔壁厝邊嘅人咯，伊就是伊較大漢啦，所以參加我姊甲我個樣參較濟啦，甲伊嘅小弟，然後我都冇參樣嘅濟，特別是講本隻識嘅啦，樣進出。yang sa ulay ong i wang e pebo ka yang e chulay lang ulay ong an hana. Yo nếu mà搬去講國嘅時呢，我是真識，我隔壁厝邊個啦，我把成個我講戶話嚇，是我隔壁厝邊學嘅，因為我隔壁厝是講戶人嘅，然後我俾家人佚佗是細漢囡仔，伊近嚟曉講戶話呢。
然後我過去參加伊時，我就聽人講廣府話，แล้ว佢講廣府話咧，係咪你笑咩？老實講，你用咗你 Google 啊，要佢哋 caption 嚟哦，你有看過？哦，冇開冇開，有啊，你我講，阿 John 講而家 caption 做出來，English sentence 就梗好笑啦。到時我看，唔知係咪嚟，我 off 咗，你我拍領導咯，但我講你廣府話，哦，你記唔記得你講廣府人嘅啊？要唔就怕你 go to Singapore become 廣府人？但我放出來啊，當佢隔壁手臂，我隔壁手臂是廣府人嚟，嚇。誒，冇啊，我講是冇出喎，亂講我講嘅話點啊？我講嘅是蝦米呢？就是咯，你佢就講啦，你佢就講就乜你廣府人，你做廣府人。你啦講上咩？哦，我隔壁是廣府人，我俾佢一佚佗，我特別講廣府話。講出咯。你 confuse 嘢你未掉咧，咁唔就能講能教。You cultural，你講乜 cultural 啊？Culture after all, well, you can talk after, walk after, and go here after all. Well, you 冇你係咪講學嘅話？你係咪講學嘅話？我是廣府，我隔壁出邊是廣府人，所以人見人未曉揀啊，除咗未曉教我講廣府話，嚟功夫啊，有時我特別攰佢學講廣府話，我就講廣府，你就出廣府誒，我條企啊。I don't care 喎，應該我條企應該係 don't care。你去個部落而家都啲嚟，即係裝啊！好招。OK，琴日個 description 冇係想 entertaining。係，這是住啊！好招叻啊！查某好招是好招叻咯。啊，查某喎。啊，我是查某婆。我查某婆。歡迎。有行了，講下你聽到隔壁厝邊細漢時隔壁厝邊咗你查某婆。有識有來往啊！細漢時有來往嘅啦，了係20萬班啊！細漢時佚佗嘅朋友。係咪20萬班係咪？20萬班啊！細漢時嘅。哦，20哦，我把想到一條歌，係咪20萬班嘅咩？哦，20萬班就是講囡仔時佚佗嘅朋友，係啊。20萬班啊！哦，囡仔時佚佗嘅朋友，阿婆啦，我係隔壁厝邊是馬路嘅，這邊也無街嘅。講下。點三把點到我嘅門口口嘅，就是我嘅隔壁厝邊。哦，安怎點到呢頭？真正濟人，真正濟人。安怎看到針都無好嘅 topic 咩？無好嘅咩？講 positive 淡薄嘛，所以。要緊，我聽講。哦，講好嘅嗬。冇啊，無好就講。啊，就講啊。伊個我誒厝誒人，甲了時早起8點，就甲了出去做工。before 8點就出去啦，了暗暝是6點幾甲對來咯。了伊人一叫兩叫吼，就是我無佇嘛，咪就是佇無時間都無佇，伊人嘅三把甲了吼來下我誒門頭前。我咪一包三把，是三把散下就去厝頭前。伊無下迄個三把誒 bag 咯，伊成 KFC 食一包，了放起來下啲我。安怎的水款？了吼，我安怎會知你啊？我毋知誒，我有一兜誒是做工點聲，成個 office 我對來我誒厝咯。10點啊，11點啊，我對來，做咩數三把對來？我數緊兩個三把，了我係會誒，了都直接杜蘭啦，因為你話看電毛無係 proper 嘅，即係嚟搞啊咪嚟 Q 嘛。你這是托卡厝還是 apartment condo 呢？托卡厝哦，這是講下嘅落安嚇呢？
哈，然后我就真见样，我直讲，直接我就掠着嗰陣時就你最捌伊應該真正哦，正。你捌伊哦，你捌佢講話，捌即係佢出邊應該是有講過話嘅對嘛？冇講，即係冇講。哦，所以你冇食晒啦。扎對厝啦，啊個5點啊，可能我斷掉咯，哦，我斷所以掉。哈，一大差唔多有，差唔多有7間厝啊，另外7間厝安尼會，一行來掂這邊喎。哈，係咪數啊？然後我直接我就喊你咯，我直接喊你，我擠頭殼物件，伊咪猜我行到對搖對去厝，然後我就扶回啊，我去夾伊300吼，我先行去厝先，我甲伊講，伊行佇門口甲伊講，頭仔你厝誒咧應該是你買倒來，我老人啊300佇我哈，我講袂使你款做。等你都夾到對行，又咪猜我，當我是個小人啊，你咪甲佢講啦。哈，我甲講，你別得夾對啊，無等陣我送對來300，送對你厝啊，好你。哈，了嚟嘅。就是當我成個，伊成日咪聽我講話，當我成個小人，伊講哦，300袂使喺伊厝，安尼我講，我錢啦。哈，你無類。哈，我就無好樣面咯，我興是啲呵。你是唔是無類興下你咩啊？叫咩梅排四啊？你試啲呵啊？梅排四是唔是無類興？所以是正常無類到。你 MBS 我是北海嘛，然後你 MBS 嘅人為你來你厝頭前橋，你了免行去掂了。了伊是唔知講無興類是唔是？無興類啊！然後即個是頭一個，互我斷掉咯，我就真正杜白㗎啦。等陣較暗時我出來看 ，OK， 伊夾斷啊咯 ，OK 咯，刷啊咯。第二道嘅是過啊無久啦，我是早對厝，啊你是半日我就對厝啊。哇！安尼坐300，佫有 KFC， 佫有這個人賣嘅物件。係你 plastic 嘅物件，甲咱買掂伫我嘅厝頭前，了我就起痟啊！我安尼坐一過，就罵過這我買很做啊嘛。了我看落去啊，你300，看對去我對面嘅 neighbor，伊會驚會做工嘅物件來嘅。對面嘅啊，你唔是一間嘅，唔是上一間嘅啦，別間乜嘢啦。directly 對面嘅，然後我講起痟，我手比我厝滑咧，老姨我講你真係快，咁我夾咗300對去對厝啊，然後伊都無事啊，出來無口甲我鬥名啦，伊講這是我點到你厝頭前嘅嘛，啊是我點入去你厝入邊咯，開始叫你點入你厝。哦，哇，教辦咯。啊，我講 OK 啊，你講做唔要緊嘅，明仔載 start 我就點去你厝面頭前。我到底去夾300點落去厝面頭前，都按怎想？我要甲伊講過啦。然後我一路去，然後我就講，你人一個啊，一叫兩叫啊，毋知頭腦有咩問題，佮夾300來害我嘅厝啊！家己先真正lucky啊，無300通了，人會來扣你300，我毋知好啊。然後我罵一刀一下大聲叫你過路邊罵，然後無人甲電話丟我厝啊！出名咧，佢。我應該是惡命大，我係是安尼惡命大。誒，但係你講咩？我只杜蘭帕，啊，唔係你講咩杜巴加？杜巴加嚇，我冇聽過喎。杜巴加冇聽過。杜冇聽過咩？杜巴加唔係喎。Instagram 啦，杜蘭杜巴加，就是like warna ji巴加。巴加。杜巴加。巴加係warna ji。BAKA 啊，杜巴加，杜巴加我冇聽過喎。哎呀，咗啦，都真係掂下你吃卡嗰就。哎呦，我只炒嘅。臭拖。啊。Pertama, CC camera post di YouTube lang放嘅咧。我應該係外口冇嘛，都係看不到住嚟，了我去訂伊個門證啊，叮當，帶出來夾伊係卡嗰陣。哈，然後有出來嘅。
你死唔賣出來，唔敢出來。你都嘅係靠掂嘢出啊？我對起嘅係靠啊，有時啊只一條紙，未使掂，有時花葉本有，時番仔本有，時阿毛本有，黏啲下邊個講你係靠未使，即物件你未使係一邊。安怎你是咩啊？安怎我小鼻痛，做咩事人嘢很做？就是咯，伊下卡應該也係做福建麵。我笑掉本，我笑掉。我做福建麵都幾好食啊，請一隻。哎喲，係開始是禮拜節嚟啊！我起哄，好啊啦，我起哄咧，伊白噶，我嘅拍啲嘢。你嘅落啊，落嘅啲人嘅落起嚟啊？唔係落，拍啲嘅係你落緊，welding welding。welding 就發明做。你講咩話？你講咩？拍啲，換下話。特別你係咪？你講下我表聽。battery 啊 battery 換下話 well means well 哎呦sao cái tin thổi gì á cái băng hơi我哋丟嘅你啊！我只我是做你講我面講，唔是你哦，你哋冇哦，你哋冇做哦。北京係咪書本有問題？特別咧，係你我冇講一隻嘅啦，咁樣應該出無位嘛。啊，所以叫你刷 ，OK 咯，袂要緊咯。啊，是你白上見噶，我車都未出嘛，我咪黏啲車，為咗上我應該應該咧冇讀車嘛，嗰時應啊過後搞啊嘛。是咯，都大得咯，喂，我唔啱呢度啊。我把海到這邊，就點樣叫 VV 嘅話去啊？這邊嘅只係所在。哦 ，VV 嘅話就未去啊。我就唔啱啦。講我聽，我條我唔知會驚未驚。有時候攏未看到人很衰啊。講我咪聽，你頭去計你買那幾支鐵釘啦，แล้ว你แล้ว是吉拉，你看那個一包啊，你見咗，佢那包啊，喺度第一梅頭整，แล้ว佢想講你做一講頭。咩見咗啦，睇住隻雞啦掉啦，俾我見。雞嗰度累，雞就貴啊！你做咩？你鐵釘扮幾嘛？鐵釘啊，吉拉，你看你咪見，韓椒瓜，韓椒龜粒啊呢？咩係啲 plastic 那邊啊？咩係啲 plastic？你嘅時候你見轉看下，一啲嘅粗到頂面嘅，然後你鐵釘嘅粗過一抓，佢成個包嘅鐵釘包咗，你做起來成個人講頭嚟看下咯，你突之間我無安尼用咯，我啲厝頭前面做聲，我看伊聽到我老 speaker。有落尾嗱啊，特人吊鐵釘啦，吊吉啦，我就係講前能做嘅，點學定啊？然後嘅啊，講㗎，鐵釘吉拉韓椒瓜學椒粒。你出來面嘅，你話我係老 speaker 真好用咯，我講過啊，無人敢不理我了咯。老 speaker，你笑怎麼彈啊？你如果食起行咧，是食鵝油倒落去嘅 garden 啦，後面有冇聲啊，爸爸？我假如啊，馬路甲用，假如你廿碼用過咗嘅，點我對？我去厝家掃開。喂，我無聊個咯，咪講三百意思啦，貴啊300哦。最近我個名呢，你是我隔壁，最近我個名呢。然後伊互我名互伊知道，伊人覺得成日欠行名，伊互名互伊知道，就 stop 去。伊早起6點啊，伊冇嘢炒我假炒喎，伊又冇你假炒，伊唔係先假炒。6點上早。是人啊，夠啱就無解人啊。伊成個是未困，個啥物我唔知啊。咧我想是starting，我想是係你政府嘅，係你vacuum cleaner 嚟。哦。vacuum cleaner，我想是vacuum OK 咯，我攞你啊，冇可能vacuum你估未，只個未 stop 嘅嘛，伊vacuum會抓起啦，你大聲。
然後我車起我行出去，我小弟本車伊講是伊來嘅，因為我小弟嘅房間看到伊嘅家燈嘅，伊講是伊來嘅，我就去窗那邊，你別困，你會輸，你搞我買卡吧，你點先趕走，你去下面，我話你愛困，你就索去啊，伊唔敢做。特別我上冇咩通，有人即伊到底是無 considerate 無去想到咧，還是人是巴海人，即巴海人，你咪巴海人，我不是巴海人，是妖啦。奇怪哦，你怪人哦。啊，因為是，因為我想未通嘅就是三巴啊，三巴我想未通喎。三巴嘅唔係伊身體未熟，甲伊人了啦，and then 伊愛安怎講報復啊 ？revenge 安怎講好講啊？報仇就只是三巴。we 話唔是條佢咩？伊講定啲後尾嘅，你係條翻。哦。你有開 music 嗰個聲冇？你有常常開 music 嗰個聲阿妹咯？我都冇聽到，真係開 music 嗰個聲。是你去靠人嘅硬哦。大諗啫啦，呢部照片。聽講未必你開 music 嗰個聲亂啲嘢，伊未熟啊，伊做迄個外界嘅嘢做迄個。迄個頭我講頭叫我掠到伊嘅，伊大七間厝away from 我啊。伊古早我夾講嚟，我隔壁幫曬咗，古早我隔壁是空嘅，個爽無人住嘅。哦。有咧是水款咧是住宿啦，有時吼。哎呀，我搞咪就幫曬度嘅住宿去學別人嘅住房度，我免管咯，看。哎呀，這三巴我咩？哎，都未見個第七間嘅咧，會個嚟掂三巴個無。但係以前我都未看到，因為你隔壁厝邊個掠到伊嘛，所以七間厝可能你未掠到伊嘅，可能成撚少。就是這個講是住宿啦。有。我就夾迄個 wireless camera 調到你厝上去哦，切咗以後，and then whoever 來時哦，and then post YouTube 會賺錢。我聽到是我冇有到底大學是冇有拄過無好嘅 neighbor 啦。我嘅 neighbor 是係咪伊是樣特別party啊？了 party 我咪是我住樓頂，伊住樓下，所以我連party 時就差唔多11點幾啊，特別11點幾、12點，party 嘅2、3點嘅啦。所以我聽到伊 music 又嘣嘣嘣嘣隻大聲，我靠隻亂。因為我 roommate 特別大喊就播馬達，了，伊去叫一聲，伊去甲伊講聲，你就開門看到我朋友咧就冚門，咪插伊，了就冚過嚟 continue，所以就播馬達了，伊就未熟咯，還是忘記。所以我人那是我人樓頂，那是我朋友 vacuum 呢，伊就走起來講 complain 了。你講亂 vacuum 只大聲啊！我當要困，特別你真係覺得 Apple 2點。我先 vacuum 阿爸媽就嚟聽到啦。Apple 2點你講亂講放 music 嘛，我當 Apple 要困，所以講就亂係買 vacuum 啊。特別放 music 是阿妹一2點啊，放咪伊就是無，伊就根本就無理由啊嘛。了所往啥？伊放 music 只大聲嘅時候，往到啲樓頂嘅等我看，噔，了伊可以 signal 啦，等你放 music 就大聲時往等嘅，有一道時伊甲我等就對啊，伊唔知是夾物件吐為了頭殼是咩？伊甲我吐就對。特別你都講到冇馬達啦，我幫我報鬼咗，係咪我 neighbor？我打。你是做咩做後面物件？當時我後尾伊 renovation 時啊，伊個網glass啊來敲我印尼部，了我印尼部驚。了就甲講，了咪 call 馬達來咯。了有影就是唔知是落雨，嗰是頭殼膽嘛，了伊爬過來我厝，了看到伊本喺度食，咁樣就哈哈哈。但係你前面你咯，
特别你知我人真诶，嘛打做工啊，真贵真慢诶嘛。伊来搞虾米事阮了啊啦，互人强干去啊啦。了无嘛，了袂着咯，会就说咯。咩最早起诶时啊，我嘛吼换车过去，伊个 construction 会使啦。我后尾了嘛，特别若是用大路特别换车过去咯。一直去甲伊个工头，妹本上甲我吼老 speaker 啦，徛伫门口。你甲伊讲啊，问搁再甲带啊哈，搁再甲带拍对卡两支啊。伊个伊个工头一头歹势哦，叫伊网拉出来哦。哈，因为伊一叫尔，好彩伊是一叫尔啦，网拉是一叫尔。大伫厝内面，大伫 construction site 内面。哦。你話講咗，我哋行考咩？你回鄉咩？唔是回鄉，咪就是夾帶咯。了個最近嘅事咧，就是 MCO 嘅事。嗰時我係迄個家草嘅neighbor啦，伊裝修伊做伊厝哦，伊求伊厝。伊是禮拜來嘅，直轉伊個病，安尼款，直叫人來做工作，叫人唔知蝦米事啦，伊只係甲做厝嘅。了都袂困咯，因為禮拜袂使做厝嘅嘛，你袂使做，你袂使健健康康迄種物件袂使嘛。哦，你厝應該改變唔了嘅，要搬去別個位。Hello， 乜嘢？NC 袂了搬別個位。是哦，我去飛到別個嘢。應該叫我迄個去把厝邊到我街嘅。是哦。你行考咧，佢邊出邊嗰度未 control，你幫佢白位用，是咪是對着衰？我係邊能多啊？我唔知做咩事，樣暑假禮拜日啦，叫人來裝修厝喎。較半夜。你我嘅小弟母是直頭甲講，你咪 stop 嗬，等陣我教你按做 stop 啊，你喺直頭驚，伊個 owner 就走住厝內面，直頭叫人停工。我那时候爹来我喊我，还讲哇，很停。咁了最近厝，咁了無嘢，咪覺得嘢嘢啦，老師嗰啲人點冇到厝，我到厝時你解亂仔鋪嗰個啊！我只有到厝呢，不然好無人活解。解啊！你有聽啫，有聽唔係學嘅。啊？有聽唔係學。我希望伊聽。以為啲啊！伊個再講，伊話活解。誒，我未落，別人有捌拄過，你看無好誒，結別出邊啊？我捌拄過啊！我甲我寶搬來 Spain 嗰時，有一個往大上apartment 嘅，就係叫咩啊 apartment mate 啊。哦，所以成個 housemate 啦，大上一間厝啦。伊是 Russia 嘅小嘅。伊來伊早就大聲細聲，在 Russia 嚟佢上部講一樣 soft 啊，佢只 rough 啊。了 slam 伊door 啊，伊啲門啊，砰砰砰砰。了我你行考咯，一個月，安尼3個月。哦。伊個門又在伊烘，無管烘啊，伊門一解卡咩啊，我咪砰。了你是大門還是伊房間門？伊房間門啊，然後我冇關事啊，然後佢做蝦了啫，然後伊每個檔嘅，佢嘣，然後佢背拿刀嘅，就接就乒乒乓乓咧，乒乒乓乓，跟那些個人用蠟啊，去殺啊，嘣。哦，得啦。我係你坎坷係你。你別佢講啊？佢講伊個你不記得。你未交通，未交通，佢未通，一條啲啦，一條啲哦，你冇得到，伊有 mental issue 嘅啦。哦，伊冇好事嘅，冇事，伊 on disable 嘅。哦 ，OK， 明白。了，特別有個人成日就乒乒乓乓啊，伊樣唔知，樣關事。手頭個檔。誒，我咪想我。手檔。我係硬講。就你行路你大力誒，我一到啲樓卡，我係個本身咧，我係卡步只大力，棒一堆來都知啊喂，我啱嘛想，哈，我係卡步，我講我卡步較大力，乒乒乓乓，因為啊，還沒數，誒你在頂住是往卡這是到厝嘅時度，只只我講聽到我卡步，
阿咪忘記做工時，你我對處時，阿咪對處我咪做隻下咯，然後到啲做工，然後就 MCO 時嘛，咪是到處咯，因為依度到樓下依 office 依 set up 依 office 到樓下，我 set up office 到樓頂，所以我到啲樓頂嘅房間嘅走卡時，伊講阿咪數一條車嘅，條啲講就會數我走就大啦，上面我那時我平時行路呢，依啲條就平平薄薄，我卡波檔。你大 apartment 是幾多卡車是冇可能 complain 過咩？樓下咯，樓下，特別伊無講我卡波檔，伊是講往月球大聲。我是 because 我幾多大 apartment 是actually 唔是我人 apartment， 去朋友 visit 朋友嘅 apartment，and then 我只樓下檔 ，and then 一啲人我朋友嘅一啲 tenant 出嚟講。個人食落個細聲，因為我下底冇 baby 困，所以係咯。I mean 你看ก็ OK 啦，唔要緊。I mean 你兩百都貴借呢邊半條 ，share live 啦辦啦。冇講啊。像 apartment 嘛，兩個像一個 block 嘅嘛。嚇。有人 hold 到 live 啊。所以我其實我到慣樓。嚇。and then 你有20層咯。你起落麻煩啊！你有時我哋人因啊，別等一巴嘛，別等一驚啦，冇時人攤一落掉一個 lift 啦，咪好借啊。end up 你會行樓梯落去啊。我唔係當佢慣樓，我冇明仔。I mean, maybe 冇白多時 ，maybe 個應啦，總之冇白多時，要有 limit 落幾人係elevator 嘛，係 lift 嘛。特別是你是講嗰陣我真係有人是成個後邊啲硬硬拔了嘢。當佢當佢電梯唔是當佢電梯，你開上久一直頭呢，แล้ว卡門卡乜直頭落去啊嘛，當佢未lift。我有時我在講時啦，所以我partner 嘅時，我人搬出嘅時，你有啊，你可能 issue 咯。搬出並逼啦，被搬出。otherwise 是個 OK，不過 never do 嚟講 nasty 哦，咩 neighbor 啦。結報未必有啦。結報，按照結報話講啊。呀，ça c'est comme moi. I mean, I like my own privacy 嘛，所以時候。你搭波住咧，唔係講句你朋友嚟嘅。點解？按照唔係講句都嘅，好做咩人嚟啊？冇一部門啦， I mean， but 有時都 just very tricky 哦，你睇下，你睇下一開 window 嚟看啊。a bit on the annoying side 啦。別講冇呢個，是講字啦。會不都貴？冇意義咩？方面難。哎呦，我唔敢啦。咩怪咧？只看下18嘢要做頭整。我冇味，我直接嚟味。但係有時人看我度都看對嘢，未爽安怎？我笑咯。看。我冇跟人看，我係整個你看嘛，看了，整個好你一個 stand 你看啊。哦。上啊，頂頭咧，食嗰位。上以前個落嚟目睭，想要目睭，我看到你看到水嘛，人看到水。洗白妹啊！頭看到乜嚟晒啊？洗白妹個表見到你上掉咧，上掉。我細漢時我有比過人咯，我調電風車去面頭整咗比難，你看。咩怪啦？咩怪？18啦，唔使得罪就謝人定打嘅事啊！唔是啲你答案，白你答案。人未必你記掉啦。因為人出名，人家淡薄應該投降淡薄啦，我唔知。然後伊就當時看人咯。你睇伊徛啲迄個門遐邊啊，出來門咧就看人。伊看咩人不看，像 CCTV 啊，可能我知一個人無介意啊。然後我話
就是看咧格里莎设定起来啊。哈，我几回时啦，我转一个绕去头前，我转打了在我小弟弟边啊，然后转一个油灯啦，迄车只用做油灯啊，油灯去面头前，然后甲行落来看到伊，看一下呐，然后就走去啊。歹死啊你！但我讲，但我咱讲又非常对物件，但我咱讲啊，我哋对时咱讲咩啊？看你隔壁就必看。偷看但我未讲咩啊？你别拍镜的时候，你听到？有啊！啊，唔是笑咩？拍鏡有啦，正三百先我聽過。唔捌。正三百過啦。我捌。我睡房間嘅時捌。哦，因為伊人正三百真正好笑誒，我嘅房間隔壁是兩個較大隻嘅人啦，大埔甲查某啦，然後伊人達到時常個擺啦，下晡就我哋查某就來啊。normal 嘅日子無來，然後伊樣落人，我表示佇邊仔正三擺啦，因為伊會問出我冇聽到，因為真正嘛擺啦。我冇捌聽過。你話寫啥物只個你嗰陣你行過伊個房嘅安尼個。我是古早大我安尼apartment 嘅點先大咧只三百位啦，所以maybe 一千人兩千人嘅 population 嘅，咁嗰邊只係有係咧 single mother 啊，無啦無，恁只係二人本嘅啦，快是二人嘅，所以大 apartment 啊，所以伊 apartment 是上加唔是 duplex 啦，伊下底 apartment 頭底 apartment 你搭伊我嘅房間連甲隔壁嘅哈。上個一時間呢？一時間，如果你是 single mother 啊嘛，對無？你唔 expect 下面件嘛，阿妹生嘅。certain night 是啦 ，especially certain night 是伊就I think 有打波起來啦，然後人跑來。so 快回邊嘅咋 ，so 你就聽到伊Kama Sutra event 開始到幾點咯，因為伊浪時咧，伊I think 伊凌晨是掉咗咧表呀，掉咧表呀，掉咧表呀，所以伊就咚，然後 and then 伊是 quite a big screamer 人嘅啫噃。哦喲。and then 伊就講 Oh my God。伊個就講 Oh my God。所以我阿就講笑咧，其實講 Oh my God，Oh my Buddha。你壁分咧報我係聽到幾壁梗啦，你阿毛人嘅厝嘛，阿毛人嘅厝嘛，阿毛人厝你就幫嘅厝嘛，所以 I think 伊嘅名字是上到壁嘅，伊嘅headboard係到壁嘅啊，都會聽到咯。阿妹一直點到食點了嘛，都會聽到。有聽到你八甲八嘅聲。未聽到你八甲八我清楚。八甲八。其實我在那邊來看了咩？但一直隔壁呢，你聽到伊嘅名稱頭浪伊壁咚，然後伊就講 Oh my God，就係咯。你唔可以看到鬼咩？直接講 Oh my God。冇啦，即係你人嘅 private 咧，伊自己咪就你唔通叫馬打小人，你咪咁樣講 Oh my Buddha，你梗係鬧得對。阿龍，阿輝在阿龍困咗未？買下阿龍困。阿龍，伊困咗時啊，伊小英就是無，伊就是當面前去拍定咧，估就是困嘅。阿龍，阿輝每講韓國嘅朋友，阿咩韓國朋友啦，韓國嘅隔壁厝邊嚇。我同你講，我記得去韓國過嗬，因為佢 apartment 嗬，是無聲嘅喎，因為特別我話曬掉韓國人，別使亂。嚇，韓國人嘅日本啊，樣個有成個講，樣成個
爱点哈，较 respect 人啊，伊成个要，你袂使多多聲 considerate 啊，哈，較 considerate 啦哈。嗯。我 phone 啊，你袂記別亂白車。有本啊，頂有啊，我唔捌啦。我這邊我這 neighborhood OK 啦，so far 啦，但我記得大 apartment 是讀冊時，我嘅 friend 就叫我會跟我講過嘅，伊住後底嘅一個Middle Eastern人嘅啊，這個亂嘅，and then 妹伊是because 佢在啦美國打嘛，你看呢？美國打，看呢？你嚟，我咪叫咩梅魯，我冇看到鬼，我是咩梅魯？嚇！我 phone 你，伊困叫我知困叫，我是咩梅韓國人。OK，你 continue 講，學阿龍 continue。阿咩？你講了學阿龍講。你講那先，你係咪？你白車。所以伊講伊白車，伊是開水，河迄個水氣，然後水流到規間厝誒，然後我朋友會底厝落雨啊。伊開伊個 steam 啊，伊個 heater，伊個 steam 嘅 heat，แล้ว condensation 到啲落下。唔是 condensation，伊是開白嘅整嘅水，水流啊出來。流到伊幾頭殼啦，唔該，龍，流到我朋友厝頂啊。我是被梅魯韓國人嘅隔壁厝邊，但都是冇咩事。韓國人我感覺到樣卡成個 respect 啊，你嘅 privacy，唔係成個較 considerate 呢，樣就較點嘅，是唔是？對，較點嘅。even 都冇跟你講話，成個伊拉薩啲豆冇跟你講話。特別伊無去做人路本呢。特別路本就本身就本就被成個講，你呢邊咧學緊你講話吹嘅亂啲樣。應該未啦，我有本會驚本啊，但係我有當時我開掉咧，我去外口徛啲門口位冚門，我冇聽到物件，所以我感覺應該是伊個迄個叫做伊個 noise sensor 啊，做我講好咯，伊個表，所以應該是冇問題咯。伊夾一陣就好啦，伊未聽到。對，隔壁厝邊講話嘅咧，我聽無到本呢。未必有冇講。但是特人特別會聽了你講嘅。特別有可能人啊聽無咯。阿龍啊，你這邊藤啊看到其實咩？我藤啊看住佢正過，即係藤啊看住佢咧是另外一個 building 嚟，另外一個 building。Hello，伊是一地有隻花園一地啊，成個有隻 garden 嘅呢。冇啦，即係是隻烏魯嘅啫，冇自動水啊，伊我即係看住佢是大落嚟，所以頭前冇嚟嘅。特別正咧嗬，暗暝有人啉酒誒，人啉酒食海鮮誒，所以你會常常聽到人講咩？會常常聽人講咩？特別是外口人嘅店頭前，要唔是隔壁厝邊嚟嘅。我有當時我蛇城市真夠一個半日嘛，我自己話好等電梯個別人白等電梯時啊，我拄過咯，佢提示嘅好，講提示嘅好呢哦，嚟。yang唔知邊度搭路嘅度，yang未曉嘅，yang是看條路啊。冇 small talk 嘅事。又唔制，會講佢唔制，ยัง未搭路嘅。係啦，誒佢即係笑人，即係韓啊。都笑我搞個我仲數，佢都講我成個都人鬥咯。可是I think 是 culture 嘅事啦 ，maybe culture。如果你話冇。會人 Asia 人無講話誒，像個 small talk 你看啦，像個較濟 Asia 人較濟 introvert，and then you know 較少 extrovert 個。愛講，冇韓國人是 extrovert 嚟嘅，樣安怎講啊？樣有一種嘅講話韓國人是亞洲嘅意大利嘅人嚟，樣是 Italian of Asia，對，樣是樣講韓國人就是Italian 人怎？就是食凊彩食飯，有法咩事啊？伊歡喜，伊食歡喜嘅款；伊激心，伊會食激心嘅款。伊無笑嘅，伊無嚇，伊 express 出來，伊無笑嘅。伊法咩事本是，真可以做你看誒。激心嘅時就靠。
哇，迄哈，伊是毋是好多声？日本冇嘅咯，日本個了燒掉，所以日本有影只就是隔壁出面是完全冇講話嘅。哦。特別韓國人咧，你就要拍開伊嘅心。但是講你講着話了嗬，伊當你是一捌嘅人啦，朋友啦，按到完全冇相咧，樣是 set 嚟嘅。韓國人是一個 set 嚟嘅。哦，你特別，你會接去嘅，你特別有一條路，嗬，你接到樣嘅為了，接到樣嘅世界嘢，嗬，樣下面半嘅河，對，樣下面半嘅河路我講，有時就講，你唔是貴世界玩咩？冇啦，都老貴世界，你去 try 日本話，你落食本好一部冇同路嘅。英國話，英國嘛是上。英國我比較講啦，我就講意大利嘅人咧，可是安尼款嘅咯。你愛參樣咧，當 style 時有講哦，有可能個你冇咩識啦，斜款啦，冇咩個你講話，你淨係識起來，因為而家登錄是個家厝內邊嘅人嘅。哦，韓國人不是安尼款嘅。意思講Malaysia是小嘅咯，嗱陣都計講 hello，你唔講講個 story。啊，因為Malaysia人係熱人嘅，咱係熱人嘅，咱個人就凊彩就好。Midwest 人本成日看 ，Midwest 人看到你就是講 hello，安尼甲你講，甲你笑，甲你講話，咱點頭是講話。對。邊嘛是上？sau đó này làm Spain muốn sang à? Spain muốn này hả? Sang à? Sau đó. Spain是咯，因為 Spain 人真正 friendly 唔是？因為 international 人真濟。對，因為樣古早行船嘅嘛，去外口嘅。哦，樣較識。對，去外口夾人嘅 spice，係啦，去做個記者嘅物件，去夾番椒啦，夾香料啦，一大堆。Then 韓國人會想講嚟，你 know， 你新年你要來學你物件無？伊未學你物件，特別你學到頭邊是你是先來，你要咧，你會使去學人物件。哦，意思是較濟是新搬來話咧，伊買粿啊，就是買種較濟是買粿啦，最重要係娘粿啦，伊會買粿啦，一間厝學一安呢。哦，你特別做一步咯，你做嘅話咧，你做嘅話咧，冇講，我冇做過。我冇落嚟嘅，我冇識嘛，我冇做過。哦，我只是講亂真係曉咧，你看你行咧。有啦，我係韓國人。樣假數個就貴嘅咯。哦，很錯看你貴韓國人貴成咗係冇。樣時即係呢，以前冇知啦，但係你自己想啦，嗱啦呢就樣樣貴啦，咪貴大欖啦，就咁啲，咁了相款啲咩啊？樣不慳啲物件嘅時候，特別行物件冇相呢，樣係派價。唔一定，你只小了，冇好食嘅樣樣貴就掉了。哎呦，即係你講話伊形象，伊只看成咗。樣本是定嘅，成個人嘅貴啊，你以為真貴大欖啦，特別樣係物件咧嗬，樣係軟嘅，樣係是定嘅。哦，伊唔是下掉，我唔是講派價吉利嘅，唔是咁意思咯，是你人食啦，人食冇關係。我係講 appreciate 樣樣貴，安尼好食咯。又唔是講派價嘅安怎啊？有隻字上啊冇你紅菇嗰啲物件本嘅，你邊有包餡嘅？本是甜特別，有啲是人係較淡，啊咧佢個女，樣係是佢定佢大，有時個食你講呢。派價樣樣貴咯。樣隻貴，樣像 green tea 樣嘅，伊個墨汁入邊冇餡嘅，特別外口抌嗰啲soy powder啊，你派價。伊是種無，伊未講歹食啦，是 just 人會嫌啦，講無好食，人食咱來講無好食。迄個，但是你先唔知搬厝呢，做搬厝咧用送路，我一個口去送幾啦，無幾類物件啦，對韓國人無幾類物件，一地兩地安尼。特別若是講我 office 你搬 office 啦，你 office 你搬啦，隔壁啊，你有當時連 office 人冇上門嘅。就是講，我無你新來嘅，我哋上一個 building 咧，新來一間公司，係咯，我你上一樓有兩三間公司啊，嚇，伊冇去考咪講，你就覺得啊，係啦，講請學人食嘅，嚇，白少照顧，有啊，有安尼理數嘅，有嘅。你捌聽過，所以你捌聽過，佢哋少照顧㗎，落尾變波嘅。綠波啊！冇唔是，這是啥 ？OK 伊博滿過，了有一個隔壁個查甫來摕伊
講我是做個雜貨蘑菇嘅，過過嚟and then end up 一雜貨過嚟變個一硬嘅死魚。哎呦，一時死魚嘅是做波魚，變死魚，啊你大波仔哦，大波仔啦。哦，所以你夠可能播出來。伊大波講，哎呀，唔係見係舊個件，所以唔係見佢。呢邊呀 ，Happy ending 哦 ，Happy ending 啦係啊。我問你，就是講阿龍，你要送，你講你要送鬼啦，行做行禮吼，你把你先搬來，你都要送落去咧，還是貴樓，還是啥物？你貴樓咯，較就是送貴樓嘅。貴樓應該是一人個10幾人，還是5、6間？我嘅厝整夠有12間嘅咯。哇，你一人啊！你咪買貴，你 imagine 你買連到30地貴，冇咁貴做嚟嘛？哇！伊算到對韓國你是貴，但係問題是你當做馬來西亞 standard 啦，你去一嗌貴喺5、6地，冇講就貴嘅啦。一個人都拍啲12間嘅話啦，一個人學4塊5塊。一定人去嘅你名啊，等於 sponsor 人貴名咪李鵝啊，就咪李鵝嚇，李鵝是李鵝，我唔記得。冇是你使包12包300，baby 是行禮啊，你嘅名行禮，你下卡啊，送禮好啊，伊是送禮啊，你個叫錯人啊，家，我個錯人咧大聲，係啦，佢叫人鐵定格嘅你水金，唔是吉啦，唔是水金吉啦，鐵定吉啦水金，我未講未 ，OK，then 我們會之前呢，新椒拍電刀。如果都阿 John 知道冇吉錯咧，我對新人嚇，係咪嘅？冇開緊啊！拍電刀名是幾號嘅？講嘅，講咩嘛？點啊？我講冇開緊咧，阿 John 冇個人開緊啊！點啊？開啊！計好未？開啊！嚟講你幾邊？你幾邊做邊 ？OK 啊，好還是唔好？OK，好啊。OK，冇食喎啊！頂到細漢嘅時，我是大是上個 village 嘅款嘅。kampung。都係嗰邊是上 kampung 嘅款啊。嗰邊是個嚟啊，對面是環啊，所以特貴喺 Raya 啦，啲爸爸。哇！笑個睇佢 open house。對咯，過嚟佢去嘅。冇講咱食杜巴啦，唔加嚟食啦，還是咯。咱真凊彩嘅，我係嘛。煮咖喱雞咪本是上來上去嗰咯，嗱有一道就好笑，冇插嘅，嗱有一道就好笑呀，我係把隻暑假做包嘅，做叉燒包，我唔知嘛，我咪叫佢請喲，我請佢請，แล้ว因為ว่าini apa ini pau bapak saya buat punya pau apa nih daging我唔知講係冇咗面daging，daging 我是白嘛，講埋咗啦daging。對啊，當然daging就是杜巴，韓南daging就是古巴。แล้ว我係把對奶嘅時冇咗，安怎減曉嘅？我學對面啦，我學安個莫打。要死咯！杜巴咧真係惡事啊！唔要講。伊袂記是講記話，伊袂記是拍死本講記話，係咯，古巴。我講做雜菜吧嚟。雜菜噃。我拍死本講，即係冇去擺，冇插嘅啦。係啦。其實馬來西亞人食青菜，咱人食好嘅。頂到等見是講，伊攞又做個人唔知安怎。對，咱人食青菜，你邊上班嗰種嘅，你記唔記住邊係一百你個都真落嚟嘅啦。老實講，馬來西亞人食青菜嘅。佢燒椒講咧。你 pepper 是。你唔是你所咩？伊是甲伊運氣甲無就好啦，佢都就是你記唔住邊嘅講咧。係啦，未必係椒咯。呢，古早時我到佢。河南嘅甲咩河南甲濟大曼一樣不是 OK， 然後我食暑假哈利拉也係食一 cookies 食甜嘅 cookies 嗰啲食甜。你只有空頭嘅。
我甲你講有一個故事。我唔知喎。我大報曉嘛，特別報你講我厝頭正附近，唔是嘅，我厝是三層樓，特別你好是我大一層樓爾誒，我當口係三層樓嘅報曉嘅厝。係咯，問題是我三層樓咧，我是第一開。係咯，我是三個妹，左手邊中甲正手邊三個妹喺入去了，一個落樓骹，一個行入去，一個去樓頂嘅。對，我嘅厝咧是落樓骹，所以我開門落樓骹，隔壁嘅妹咧是開門咧去樓頂，佢另外一個妹咧是開門咧行入去嘅。對，所以我是三層樓，我是三個口嚟嘅，所以規排報曉嘅咧，冇見咪掉嚟厝，咁樣是安款嘅，咁樣是當好是安嘅，咁樣是三層樓。報曉嗰啲是無人啊，我是無類人嘅咯嚇，是哦，就是講咩？你辦過咯，你是無類人啊？唔是你辦過嚟嘅，我是你下骹咧，你有隻燈嘅，關嘅，你拖架橋嘅，你看車櫃啊，鋪架樓啊，你看車櫃，你看到咧山頂位嘅，我是聽嘅厝，對。我間路邊嘅機票最滿就好嘅，因為我人前菜嘛，所以我搬入去咧吼，我都去甲人拍招呼咧，講話咧誒，機票一個安迪，係咧個另外一間咧吼是一個口嚟嘅，要攞嚟見啦。是拉山講你樓頂冇人。對，冇。對，因為安迪是另外一棟啊 ，sorry， 安迪是另外一 set 咧三層樓。安迪是另外是三層，對你講到，我嘅咧吼是三層樓咧吼，我嘅樓頂是空嘅，係啦，隔一個樓頂咧吼，就是我嘅機票厝邊啦，就是特之出門是看得到嘅，因為往 share 上一個 lobby，就是講係個 corridor 嘅嘛，係咯，對，接觸就係上嘅嘛，所以特之看到樣嘅，特別樣到啲三樓，我到啲一樓嘅，係咯，樣咧吼是啲。我希望伊無聽呢個節目啦，我希望伊無聽啦，樣是咧吼。啲做小販嘅咯，係咯，樣啲都好衰唔衰？啲我做工嘅佢哋 office 嘅頭前嗰邊賣物件嘅，因做上只嘅 ，maybe 佢開店啊，佢唔是開店，伊是開大，啲個別店裏邊開大，係啦，個四百好食個咯，真真好食咯，真係冇錯我去，真好食。我冇錯都見佢，係咧我哋都路人都企啊！我等你講佬就打，真好食啊！哦，對，是，我就打，真正好食誒，真正好食的，我就suka食的，我常常去食。特別我 after that 發生一樣事啦，過後啦，我特登去食嘅時，我係歹勢嗰種，我歹勢嗰種，係咩事咧？就是養老紅寶小妹嗰種，養老紅寶小妹是真正香嗰種，一直小妹甲規年呢邊我本聽係都有一種咯。我講得誇張啦，我意思是講真大聲，我是半暝2-3點嘛，有時乒乒乓乓，都聽到是迄個哇點物件啊，係咧伊攞嚟驚。伊攞嚟驚有影唔是口嗰種，伊攞嚟驚有影是口嗰種，是大聲嗰種嗰種，就是叫樣爸母買小妹，係咯，伊冇會講係咪唔記得講咪講我，假如教因咧，一大堆，就是講講俾你話，係啦，伊按到爸真真。批聽嘅錯啊，錯嘢喎！我是頭個位，我唔知發生咩事。人講嘅特特嘅字，我會曉聽，因為我錄音嘅字我是1樓，樣是3樓咋。人講嘅特特嘅字，對，我特特嘅字聽到嘅了咋。伊講嘅特特句話清清楚楚，我唔知發生咩事。特別人講嘅話，我完全會明白嘅了咋。我就講哇，小妹家你響咋？特別是禪人啊，是邊人學嘅人。講福建話，伊無是上人，講福建話特別是上人誒。特別講話是講福建話名。對，因為昂是福建人嘛，昂是唐人嘛，無是上人，無是上正。特別你所以你去邊拍都好幾難打，未上只喺度，攞沙打，因佢白白講上話誒，係咯。特別嗰兩邊講福建話，不是別人嘅福建話誒嚇。我有是上人，特別是馬來亞上人特別有講福建話。對我樣心，所以小妹啊，第二日我做工咧，我下晡對我去啊，樣嗰邊開大咗，我即心裏面想啦，我見面食飯是12點嘅事，特別早暝小妹是半暝3-4點嘅事咗，就是講個7-8點正，樣多人小妹甲要聽嘅咗，特別樣佢白白開大咗，所以
佢直接去啊，我就到去啊，我就物件是啊，我就將舊貼住一樣，講無講話啦，特別講做生意啊，我變咗我只係我係拍攝嗰種，因為我只說讓聽我讓在我聽到讓小妹，你咪是你拍攝，我唔知就是我係拍攝，我小妹啊，你好啦，啊好就對了。你是邊個幫聽戲咩？有可能，我可能是你未困咗咋？我可能是精神派嚟嘅，有時只 act 唔是，一路你講好嘅。有嘅線。嚇，小妹，有講話就拍聽。你講當叫我把個笑掉，我頂到嘅就變本上咋。我唔知有拍波冇拍波咯，老實講，我唔知咯。特別你可講就拍波咧可。雖然我忘記你冇喺這裏拍啦，我係隔壁咧，嗰時另外一棟嚟一個 set 咯，特別應該往頭頂就路等，你看到白車上嚟，啊弄奇怪話你看是只蛙呢，所以但係出門啲路就去比較點出面，你看到對方嘅了，你叫佢哋 hello morning，快啲揾你，แล้ว有一隻島啊嗬，我聽到有人說咩，我開門。我佢咧，我徛喺外口，我看咩事咯？有一個口應該是唔知是冇拍紅，還是紅拍冇啦。我感覺就是特別有一個人拍另外一個人咧。係了咧，迄個查某咧，好像是啲樓梯攆落來咗。伊唔是講真強咧，伊冇大樹誒，伊是拔刀落來，冇大樹誒。所以佢擺起來，佢會 continue 上面嘅咗。係咯，迄個點解咧？有一個紅毛布咧，好似我係朋友嚟本嘅，伊本是規啲去邊領北看戲嘅紅毛嚟，美國人嚟。係咯，伊到嚟咧嚇 ，Pennsylvania。OK，係咯，伊樣是到啲邊領揸錢嘅，係咯，伊再見，一直啲山頂嘅走嚟啦，就大聲嘛，你諗下下晡時冇咩人咧，2-3點嗰人做工咧嘛，有兩人做咩啦，伊冇拔刀，啲你唔會，你看到伊唔會是伊冇啲樓梯，伊撲落嚟拔刀咗，係咯，伊徛出來了，係咯，規個 corridor 只惡鬼咗，你 imagine 講大路咧，有一個紅毛布走落嚟嘅，我咧是聽到聲了，要出門行出去外口，徛啲我徛喺北京位，係咯。看到兩個人喺邊笑咩咗，就係聽本嘅咗，笑咩咧？佢就冇教我講咗咗，講一跑啊！你講一跑啊咗，我講好，係咯，唔知邊得做啦，我頭先就係咯，佢紅毛布咧嗬，教我就食本嘅，一直叫佢哋咧講，一直講what's happening？ 你係咪數咯？係咯，我 want to start to analyze 咗，一兩人就笑咩啦？但係我講我冇拍伊。係啦，就我講一跑啊！你講就我你看到我拔刀落嚟，你看到啊？你講一跑啊？係啦，我講我係啦，我笑笑，我講我係咪自己數嘅好啦？我唔知我就自己放開笑，我係做本啊！我講我唔知自己跑就住啦，我冇看到，最好咧就係自己波白奶咯。係啦，有兩人冇買波白奶咗，有笑咩？係啦，唔知咩噶？腳尾咧大波起航啦，直到交出去換車走去，係啦，一查我嗰陣講俾我聽過。講學一跑啊，你冇學到咩？我講我冇學到一跑路啊。講學特別我同我啲樓梯拔刀嚟，你學到我拔刀嘛？嗬，我學到你拔刀，特別我冇學到是你自己拔刀，嗰時實你拔刀我冇學到，所以你未使叫我去做正人講一跑路嘅，我做唔到一點，因為我冇學到。係咯，佢哋紅毛布咧企啦，紅毛布咧一企一啲坐頂人走嚟，一擺落應該係看到誒，因為一時啲另外一邊嘛，你看到，我是企啲。即上條路廊，落過嚟都係我看唔到，我是邊一邊，伊是啲路位走落嚟，係啦，伊家基本講嗬，伊看到一點聲就冇已經自己逃開咧，所以有怕人冇怕人，伊唔知本，都就冇起航咯，起航話啦冇夠我講話咯，特別好啦，你好似咪講講話，係你計伊個紅小拍啊小妹是鄧人啊是冇本。即對是鄧人嘅，即對是100%鄧人嘅小妹。OK。我攞俾本小妹，我到處俾小妹，揸住俾本小妹，我神咯。因為講條，但係你講起小妹，我個時候電話寄入出邊，你等我寄入出邊度講講係小妹字嚟咯。伊本是一點點計伊個紅小妹本嚟，你紅小妹本是真大聲，你真有人是咱小妹咪是無講貴，伊是貴條路聽到咯。
伊是讲嘅啫，伊是讲啦，你 fuck you， 我嘅香槟 fuck you， 就是这样嘅啫。伊唔係哈，你時候伊啱我時夾伊3塊咩掂出嚟嘅落位咗。然後伊出來夾啦，哇大槍在那活伊啱嘅車咧，咩，聽大聲然後伊不插伊咩過一下，可能你不要加2-30分鐘，可能半點鐘，可能小咩冇超到講你聽，啱滿講啦，過一時下耍 Q 伊物件接到對，特別怪小滿啦，一個節maybe有一落刀很咯。有正常嘅就唔是係咯。咁我諗就只識嘅，呢度識嘅我諗啲，喂，K 邊你笑係冇笑，有正常嘅就唔是係咗，我嚟冇掉樣嘅psychology，我嚟冇掉咗。特別有可能笑每個在拍天話咧，佢係正常嘅。特別有可能是，你可能有人是笑咩是出氣呢，可能要講到話是只拍天咯，一攰了時就冇數了咯。個嘢時度說，特別樣嘅咧，我講伊uncle auntie，我做一出去，甲伊囝原來後生嘛，所以我人常常有以後帶我出去，啥伊嘅囝有一間是拍 organ， 就出名拍 organ 嘅，然後伊特別有 performance 啊咪啦，用特別有帶我去嘅，所以我講伊隻 uncle auntie 做一特別我看過伊人拍小咩小家，不是嘅，特別我個做一人出去，咁我不是。再講人有小拍，特別當金就 OK 啦。你冇聽過咩？講這裡暗波咧，嗬老咧，嗬，伊是冇感情嘅，但因做特別只開咧是個做 responsible 呢。我愛情我有感情。冇感情嘅，特別是負責任。大家拍鏡。先拍鏡我嘛有 story。伊唔是拍鏡，是個囡仔嘅，然後都是。Christian 啊，但係大家都係拍見啦拍㗎，大家是講乜嘢阿莫話 sit down， 啊，quiet，shut up， 哇，要緊好咩？然後嗰個有時嘢拍白人嘅鏡啦，白人嘅鏡，然後有時嘢我去報白嚟啊，啲囡仔嘛嚟講到伊妹，然後哇人啊冇人試咩人啊，拍鏡拍緊啊。哦。但回去啦，就是無多 news 無方面 OK 啦。你迄陣時冇 YouTube 個嘛是啊？伊有 YouTube 我就無想咧，會使翕起來咧當然。當然第一時間咧幫 Facebook。我哋對你講咩發嘅誒？我哋那位是我 classmate 嚟咯，when 我啲 standard one 到高升 primary school 啦，那時候就是我 classmate 嚟。然後伊parents 呢是 teacher 嚟，然後對伊嘅囝是真正 strict 嘅，你講是真嚴嘅嚇，包都是要讀冊啦，無咩睇咩啲圖嘅。那有時咱就是講伊嘅囝係咪啊？有時你聽到講伊拍嘅囝時，伊囝在邊講，伊唔是 directly 外場學者 ，maybe 是外場學者把你。maybe 5間嘅看，如果外場是看的，然後伊兩個計落去 maybe 5間嘅看下，然後伊拍嘅件事聽伊驚講啊，哇！那時我外嘛都唔講個表揚假是驚啊，係驚人嘅。我伊驚才搞啦，我無明白啦，伊驚是真搞嘅。或者成個伊拍伊驚係個驚人。哦。你諗巴肚佢呢邊有狗嘅5-6隻嘅，我可以做外場。等到我外場我有7隻。哇！喂，古仔，有少。我古仔 neighbor 伊大吉隆坡 neighbor 伊隔壁出邊，伊是阮大apartment點先是啦，隔壁出邊伊是拍波，我都唔知伊拍波，until 伊冇走過來，我人係出。有。離婚啊，喂離婚啊！伊生一個囝誒，所以伊冇是甲我講是因伊按接半點聲是邊個大家拍伊，是個外口查某誒事。恁拍啊，有一陣時咧，伊暗暝
阿妹从伊无煮，走过来我们厝抱伊个查某囝过来我们厝，甲我指讲伊爱比，伊搬只店嘅，伊讲因为我指还没说。所以讲，我爱对来了，等下伊跑啊，都比来阮厝比，伊夹个咧伊翻，今日翻了来海阮厝比啊。所以我人是带伊去，不带伊去，迄个 women's abuse 咁样。哦，我捌拄过咧，但係你咁講，我冇甲想到，有一道嘅時，你知我馬做先生嘛，然後等住冇咧配嘟嘅學堂嘅，然後伊度有一個學生嘅媽啦，伊度互伊翁拍，然後伊度走離厝咯，離開厝，伊夾往倒往夾落，三物走邊，伊度跪來往嘅路。แล้วหลายวัน嚟處咗就鋪掉，伊驚咧後咧辛苦到佢辛苦成啊，我車條腳可能三個破咗就，有 bruise 啊，有你看到伊把路甲成啊，伊 fresh 碗咧，伊三個踢破，咧伊就走過來，咧伊無位去，都伊走嚟找伊先，就講我人大病，所以佢嚟找伊先生，找我嘛有解驚啦，所以我冇學伊嚟，我係基本當冇想到呢，伊是台灣嘅查某嚟。แล้วอีแก่หอจะเป็นปุ่นเตหลังล่ะแล้วอีอังจะผ่าอีแล้วอีตัวจิบหลายวันชูแล้ววังหอยอีหลายวันชูสังอาว่ามันใช่อีบัวอันนั้นตัวว่ามันใจอ่ะว่ามันจะอยู่ตัวจะไม่อาศัยเอาไว้สิก่อนแต่จะจะไม่กี่ละแต่พี่ว่าอีกี่ว่าอีกี่จะสิวังขวดเดียวเนี่ยเขาโน้แล้วมันสิจะเกี่ยแล้วจะขวดเดียวจับบ้านกันเขาเลยสิขวดเดียวเกี่ยแล้วอี成日辛苦個條上啦嘛แล้ว我第一記就是我出來嗬，當然我唔知個有啦。我出來有攞三粒花干呐，花干伊是迄個白色花干了，藍色嘅畫啊，用藍色畫。啊，一種特別伊底有一個茶嘅卡 stand 嘅，喺度擺嘅。我有攞三粒，迄個是以後我買，我會記，唔知一堆台灣對伊是特別過來嗬，伊是講這是我出來想救伊嘅可能係講。所以我其實真係是要俾你嚟生我人嘅，所以我看到真係是擺出來迄個畫感，我就想到就嚟告訴我，即係我唔知做啊當劍啊，特別紅響時候就亂講啊，一夾路就夾一條路啊，就走過來都冇位去啊，伊是台灣冇親正到邊咋，即係本啊，hello，幾神咯！我陣間講你 neighbor 你講做 exorcism 嘅，講好啲明喎 ，exorcism 咩啊？exorcism 都係你講你笑咩啊？伊人搬走咧 exorcism 誒，不過是幾邊 exorcism 第三經 ，exorcism 是第三經所以伊先咧，哎呦，我驚咧，你樣特擺唔知擺幾時，阿妹擺三妹，什麼樣度只只 brand meat 咧，咧就是趕鬼嘅，帶人來，後伊人念經趕鬼嘅。In the name of Jesus， we have me 冇講咧，咧，咧我就只驚，咧我嘛特擺就講，你咪去阿姑嘅厝大，去坐我哥嘅厝大，去所擺沙啦，擺沙時我就只驚咧，我聽到人講。你等人嘅，啊，伊是Serani，耶厝係咪有隻 cage something 嘅？對，咧伊無伊是咧樓頂，伊成日是一間樓呢，一間樓呢，特別伊起去即係最頂嘅當機嘅位啊，當機嘅位有一個佢是上個當機嘅一 level，人講嗰邊有一 cage 鐵，有啲鐵欄嘅咧，咧所有就係老人度邊大啊！我聽人講，我唔知啦，我話嚇，驚我咧。特別嗰邊出邊真係咩講嘅咯，就嚇驚嘅啦，點三擺啦。你個，特別特登我看到。我對人講咯，我唔會講去，像個雞煲去，唔是雞煲，像個我唔敢去聽，伊咩伊係咪咯？我 try to avoid， 我唔敢。係啦，我買嘛，如果係啦。開始，我唔識把伊個好啊，人哋記錄比較，我唔敢去
看伊得吹上了我惊啦。是啊，我都感覺你成個一隻別人嘅事，你咪去炒雜啊！係啦，咪去，等陣是我去保護好呢。哎呦，แล้ว阿龍成個有拄到成個真好嘅隔壁厝邊嘅人，嗌到是啊，煮食好多食啊，是係咪物件可能？有啊，你三巴啊，三巴學嘅面。我細漢時啦，細漢時係朋友嗰啲。哦，對。了嘛，做這去出去咯，了伊別人在，但是我別人在，細漢時啊。我咪是有咁樣小拍本。我隔壁特別名就好啲。我隔壁咯，我就 Maggie Mee 是我嘅對面啊嘛。Maggie Mee 是你知我朋友 Maggie Mee 哦，我係知啊。唔知。伊是新加坡嘅，伊捌來邊咧學嘅，我捌講過啦。我知，叫這個名啊。伊是所以伊是住我嘅對面，了我嘅對面咧是對隔壁，我隔壁呢就是伊嘅 cousin 嚟。伊嘅 cousin 伊嘅爸伊媽嘅 brother 嘅厝，了伊嘅對面咧就是 Maggie Mee 嘅媽嘅 brother 就是台灣對面嘅，所以人 cousin 隔了，所以伊嘅 cousin 隔了我捌啦，我參樣一套咯。了我今日過去伊厝，伊人較少過來我嘅厝，我較濟過去伊厝，因為我較大漢。了伊人較細漢，所以我過去用時看伊嘅入伊厝人看咧。老夫子我會記人看老夫子講廣府話嘅，因為伊厝是廣府人嘅，看香港嘅戲。所以特別我過去伊厝，我是對人講廣府話咯。所以我學廣府話就是我隔壁教我嘅。Maggie Mee 就是廣府人嘅本。然後伊對面邊是伊樣嘅厝，伊就拍金嘅。然後後尾過咗伊80歲啊，是伊賣出去啊，是伊就過來教我嘅。即隔壁誒，你做只大我開始就講，然後伊就到我隔壁房誒，我嘅房間隔一個壁就是伊嘅厝誒啦，然後伊是住喺你房誒，然後我人有寫我 signal 誒，我角喺壁誒，咁樣見面角壁啦，我先要講話，我唔使夾鏡，我係鏡到啲咧夾一個藤啊，一塊藤啊。伊攞隔壁我看袂到嘛，所以我就夾一個鏡啦，伊照我照伊咧。對，但是我摩斯哥啦。我可以啊，是個人夾鏡。你是我好像就到一個你講你拍鏡誒，國鏡誒，我叫伊阿公啊，你我只係林人啦，明白唔啊？แล้วอีกว่าเกี่ยอากงอันนี้อีจะซุนเนี่ยอีสิต่อไปอาจจะสิหออีมาผาแล้วอีกเกี่ยวอากงอีเกี่ยวอีกองเกี่ยวเย่แล้วต่อไป聽到อากง好嘅ต่อไป特別想問叫อากง嘅已經大家忘文嘅แล้วอี房間我看會到嘅，伊頭下我看過去對面就是我嘅你阿公嘅房間。超味！你一講到海南人，我他就講國內真係海南人。我係 directly 我係厝頭前對面看過去咧，落經海南人，แล้ว就是 Maggie 咪厝，佢哋 Maggie 隔壁嘅厝，伊把好玩一隻狗嘅，伊係隻海南人咧，伊係夾5啦經。第一個啦，講海南話，特別出來一禮拜一頭講緊啲會嘅咋，唔係拍特話嘅。然後我知應該係知你隔壁厝邊一頭講啦。然後有人講海南話真大聲嘅，講唔知佢就平常 normal conversation 嘅。然後你講嗰啲第落啊，你第個啦經嘅，咱入去講。海南話我都有聽到，一直頭 normal conversation 呢。我記Benin 阿尖我記 Benin 咯，แล้วBenin กับ Benin 咁แล้วไม่是 Benin 呢，咁แล้ว就是海南人我就叫 Benin 呢。就是你嘛阿尖咁แล้ว嘛是阿尖咁แล้ว嘛是阿直嘅，特別你知你叫 Benin 就是人是海南人啊。哇！啲係聽我咧，特別你在攞在 neighbor 王是你白你隔壁出邊有你完全唔知名咩？對。你成日你叫佢 Benin 我唔知名咩，到底你會頭前對我處頭前咧，
他一看伊是海南人，伊特別要參海南人福建人又唔知，哦要拜鐵講你是福建人，唔是海南人。你記我特特海南人有拜鐵講嘅，冇啊，冇咩？冇啊。特別要寫咁字下面，伊是福建人頂，了後特別啊對伊怎麼來，伊怎麼伊寫關關嘅，伊嘅新婦啊是伊嘅，阿邊是新婦伊媽來，了阿媽伊叫阿媽，伊嘅老查某呢？伊嘅花名就叫咩？伊花名叫做綠子琴魔。你知綠子琴魔，咱看你魚綠子琴魔，伊摸長長嘅嘛，伊摸長長嘅，你一拍你鉗啊，你啷落去扎你嘛，แล้วจะไม่สว่าง叫綠子琴魔，อันนี้อีตาไปอีสิเหล่าหลังอีตาไปต่อเป็นฉุกขุนนี่แช่งขึ้น嚟สิอีหมอแปะๆอี長嘅咧หมอเนี่ย啦。你可能是叫綠子琴魔，冇叫伊 directly 啦 ，of course。你講嘅人嘅了啊，我有可能白嘅咋，我同你想未起呢。呀，誒，往時講嗰啲係男人嘅嘛，講個9。家家你講嘅是唔是我錯啦？八年是第幾號啊？伊特別未記出未擺幾號啊？特別嗰節我出嚟人個運仔個大咗去邊個？真有可能吧？因為我馬就白，我馬就白。係男人嘅話，家家幾條路係男人，隔了白隔了就掉咧。我只隻，我只隻。喂，講故事，皮壞後邊嗰個。我馬白你講嘅嘛？啊，隔了應該白隔了誒。應該啊。都幾多年呢？แล้ว不綠子琴魔就好笑，因為綠子琴魔係咪數嚟好笑？因為一黑笑嘅時啊，一拍卡笑時就多聲咋，一拍卡笑時我就調呢嘅啫，冇一個大啲聲嘅，笑咧，一打咧佢就到聲嘅頭聲。非常之琴啊！哇，講呢個潮詩，特別好，咁了就食嘅咯，嗬，咁了出來，你睇下面數我人拍衫嘅時，就是出來拍曲咧。我媽就拍曲嘅時是讓我嘅出來就是包幾年嘅嘛，แล้ว咁了人佢就是到啲包幾年去拍衫，แล้ว咁了人出來拍衫嘅時，就是包幾年，但係拍曲咯，落嘅落咁講話。我忘出拍衫個後背，就是有不一樣嘅看嘅，所以是拍後背，我以為佢嚟講是拍後背，係咯，就得落去試下。燒沙，燒沙落去。呢啲 social opportunity 嚟㗎啊！你成日去拍衫，是去解嘅別人，咁樣差唔多城市拍衫燒晒啊，就是出去拍曲嘅。我早起就愛洗衫啊，洗衫然後就後尾一頭出來啦，後尾去拍啊。你好少講呢個字啊？有啊。我諗我買出嚟，我8年，用煮物件了啊，有一碗去學對面嘅。喺咧對面咧，人基本煮嘅物件本學往一碗，本你往小碗。啊，咪就平時常有嘅，古早細漢嘅時當然冇啦。嗰時係唔見過，馬來西亞人。小碗咧，食是嘅，man 啊，聊天啊。滷嘅做嘅啫，往個做得正嘅 ，OK， 往只有鮮。嗰時係唔見馬來西亞人會出來講話嘅，是面對 neighborhood 有人弄車啦，咁樣出來啊。我就擺。我想到一項物件，真正個禮物呢。我隔壁厝邊古早誒，我阿媽，這是我阿媽無過身時去八卦對來互我聽啦。伊對來，伊講我真興了，你說倒水互我哦，咁我倒水互伊咯，咧就殺了咯，伊講啊，係咪去八嘅物件？伊去八掉，伊迄陣時就應該是70幾歲啊嘛，了伊八人嘛，咁了你白頭毛白了咯。差唔多白，好嘅。
唔是我这个答案啊，古早的答案。了伊去像我是甲头经，伊也是后尾的咯，交尾一个甲头经安尼款啊相拜的。了伊对来讲，啊你老姐去叫价，就在咧厝。阿公去叫价，无个你的事，这是真正常咯。了个你的事，迄个阿嬷坐伫那边看。因为伊生喺你房间嘅，伊样先去合仔啊，你知有去合仔，去迄个上地，然後阿公有叫價 practice 嘅，了阿媽講愛使喺你房間嘅類數就叫伊入來喺你房間，喺伊坐喺邊仔看。我個了，了喺你厝嘅人伊樣先個講厝啊，真濟人大啲隻。了伊阿公真正小嘅咯，了伊真濟孫嘅嘛，成個伊嘅孫我捌看過伊，到伊孫叫人 boyfriend 係咪在對來哦？唔敢停佇伊嘅厝誒，就使停佇我嘅角頭間，我是角頭。伊停佇無廊那邊，伊條命嚇，開去咯。伊條命嚇，驚，伊驚條命嚇。你即就是我看，一到是阿公佇二樓遐淹咯，淹看到。功夫唔過錯未掉啦，你回笑咩？誒，講起叫嘅，不知諗咩做一出啊？嗬，等我講隻股咪講個叫雞叫啊叫個，咱冇講過。伊阿講到冇跟你會看了手蹦焦焦。嗰個叫你。伊看是看，伊是啥頭壓出來，縮較只長，愛拍個老落去安尼款的啥？只個你嘅。個別事啊。特別好，咱咪講起隻字。正當時我本就係講我有時朋友會講啊，甲我病會，然後呢朋友會講啊，有時爸，只普通呢去合仔叫價。一啲只病母叫了啦，我阿媽甲我講。正我唔知啦。就是下你老姨無坐了看，這個是老姨坐喺 room 那邊看 sexy show 來嘅。一人看到伊會做嘅吼，我就無，即個老姨講笑嘅，伊家己叫阿公肯做，伊家己原來伊會笑。邊家己自家咧？老姨是某個啥物朋友？冇啦，老阿冇啦，真正老了啦，阿公甲阿媽。特別阿媽，那是講伊阿媽。如果嚟在佢哋阿媽甲阿公是 practice 嘅 treatment 嘅咧。冇你媽看爽嘅。阿媽，哎呀，我冇買冇你拉你去 entertain。係啦，阿媽去啦。我細個對。佢哋我阿媽是 complain 我阿媽聽嘅。我唔知做咩事。我阿媽聽頭殼片，後尾走俾人。high blood pressure。你媽唔係頭嘅，你媽是佢成個開咗咗。開人爆咗啊！我知我細漢時啊，伊只是甲伊逐日愛去一個路啥講話啥，然後伊帶我去哦。然後我是去老作個食，我只是個叫人叫大聲，伊波你看啊，然後就問我食作過咯，然後就去人嘅順堆啊作過來食。แล้วว่าไม่ถูกมีคนเล่าเราเก็บแบบช่วงที่ห้าเสียวเลยล่ะ笑啊，有啦，嘛，你拿嚟借叫我這邊去了，我一定記得笑。我那時候我讀話一邊係有樣嘅笑，I mean I think it's schizophrenic 嘅。แล้ว有時伊無食藥嘅時啊，แล้ว伊就伊把知道伊規間厝嘅玻璃鏡後弄破，伊攞你 window pane 嘛，弄破แล้วแล้ว嘢全部就係叫啲暗แล้วแต่ถ้าลูก佢ชัดที่暗แม่唔是暗อะไร嗰啲冇見過嘅。你可能是 autism 嘅。冇，I mean 伊個啲家己嘅 brother mun 伊攞一打打有時伊會起笑咧，時咧伊就來咧厝咩咩講佢都搶我搶我 boyfriend แล้วนี่ก็อีเอาถอดแล้วอีบราเดอร์ตัวไหนเก่งจังอะไรเขาapologize พอ sorry เข้าไว้ซื้อหวย我細漢時都有人家有一個小查某，我叫伊阿里嬷嬷啊。阿里嬷嬷，quite famous 嚟。Yeah。講下。
啊？講下。做下嘢？伊像是讀個真正慣呢，老輩成小嘢。哦。有老啊，就放喺度時咯，夾咯。我朋友誒小弟，我爸本誒，伊有schizophrenia本誒，但係伊唔是 violence 誒，伊安尼有 cleanliness 誒。and then 特別咧，伊早早講物件咧，就像講有啊無誒物件，像講一奇奇怪怪物件啦，你又唔知是jokes啊，還是總之是無拉更嘅物件。哦，就我講咪痛啦物件。and then 就講sometimes imagine 啦，你講我，suddenly 伊甲你講，皮頂是吼，你背去下邊吼，and then 你拍到來。即係冇，伊成日伊未接佢。emotional 啦，emotional。and then 伊無 second voice 喎，伊頭腦誒，伊無 second voice 誒，伊無有誒有聽到 second voice 誒，所以講我來拍死你啊，咪喊驚。喂，阿龍，我唔知你知喎，到底當中本啊辦頂到bus stand 係咪佢哋特別是當金？古仔係辦山咯，古仔當金嘅 bus stand 古仔係辦山。唔是，古仔彩繪。不，唔是 bus stand， 唔是古仔 bus stand 頂到啊，不，唔是當金 bus stand， 當金嘅 bus stand 是當金嘅菜辦山嘛對，頂到嘅頂到嘅 bus stand 是到啲麗江嘛，咱叫麗江嘛對。麗江是啲知性家等嚟出嚟嘅，就是叫做麗江。一條江嘅，伊個江會流出去海入邊嘅啊。你被米糕人對米糕人會對米糕人會下整咗下邊就是麗江啦，下邊會一間名做咩誒，你唔知啊？河南咩唔知喎？咩伊名咩啦？伊名，แล้ว伊咩？伊本是小誒，特別伊是只是嘅，伊細漢我媽樣就捌伊誒，因為伊是大我媽老厝啦，我講嘅老厝是大啲，迄個特晚人講我嚟講，你美國人嘅嘢講會過去另外一邊嘅嘢，點解有一間學堂叫做咩 Jesus Same Mission 啊？什麼嘅一間 kindergarten 到底喺邊？所以我講厝是到底喺邊，所以樣做上隻咁崩嘅，所以我媽已經捌伊誒。我爸媽有冇捌伊啊？叫做咩？然後往特別有看到咧，咩？一行是伊卡行是伊成個人會注意，然後按下咧伊家只管嘅卡，伊卡特別行起來只管，然後行起來只管那個立嘅呀。然後伊特別嚇。正格嚇，伊是正格，伊成個你成個行到啲注意嘅事啊！注意啊！你行起來，你行起來只管。這人是唔是只骨力咧？伊無拖鞋，無拖骹。伊無穿鞋。是，有人變大嘛，伊骹拖。伊唔是拖，伊是行對只骨力，伊是行只管，伊行只管 exercise。先是叫尼卡。冇你卡是真嘅嘛？唔是真嘅，伊唔是真嘅嘅，伊卡下行只管就對啦。咧伊嘅頭頂到嘅是伊個前期，然後到我看到伊較老嘅是較你變做只垃圾去啊！伊無啥無長翼啊，伊嘅頭成個垃圾。頂到嘅是伊個前期個咋，是講伊成日家己講哇，那個繼續行嚟咯。你唔知我咩？阿龍唔捌。我唔知，未必攏是直接變得學嘅人聽眾啊，唔是我係家己人啊。有捌知咩？你甲我講下。因為 of course 一定貴先啊，那句誒，點解我知意思就怪老啊。大家一個挖掉過。有可能，係意思就要換90幾歲。嗰時你 mental illness 人嗰時 special needs 人嗰陣時。是啊。家家伊想，哎呀，John 都數無來借咩？等我嚟估。特別等我想看個法律 neighbor， 你有你 neighbor 是在？對啊，被上路成日你orang bunyian嗰種嘅。喂，有一我個一 neighbor 我在特別我特別甲陪講人哋淡薄 sensitive 啊，人哋我聽人講，佢特別大粒頭啦。我聽伊講啊，我聽我媽講啊，伊是。
係學社會頭誒，有個一代呢，伊攞紅包嘛，特別個一代是一世以來，特別樣真正 friendly 啦。啊，你唔是講嗰啲學社會人就是歹死是伊，I mean 伊正平常時拄個往 neighbor 啊，面聽啦，伊是正凊彩就好誒，像有講是拍殼嗰款啦，就凊彩啦。特別我聽嚇，有講有幫助嘅。我講有笑，你冇幫助嘅。แล้ว特別ยังก็จะ friendly 呢 extremely friendly 咯，隔壁嘅人嘅แล้ว啊，有你成日就後講啊，那款แล้ว接觸嘅時候叫啊，可能แล้ว特別我聽嘅人講，伊是唔知得路大個頭大個頭啊樣，你看啊，特別只白嘅嗬，特別唔使 neighbor 講佢，好啦，安大嚟安大。อันนี้ก็ทันเจียวก่อนแล้วครับสุดเจียวก่อน平安啊ดูให้หลังเปียดิน啊ดูให้หลังเปียดิน你講學社會我本身有一個咯，特別真正普通嘅故事呢啦。係咪事？你過去嘅大佬啦，成個是安尼佢講嘅句啊，已經老了啦。啊，做事也是。啊，我這邊啊，แล้ว以前英語呢，你知道，伊個 nickname 正好了啦，แล้ว個有伊個有 tattoo 伊個 eyebrow 啊藍色嘅。哦，伊是老直嚟嘅，然後伊是個呢個咧是伊行過我嘅厝時，伊唔是藍色 tattoo，伊是棕色一個，伊是棕色一個。藍哦，棕色。誒，後生，我細漢時，我想伊是 maybe 是個超個大家認真啲，就啲人啲白白藍色嘅。哇！伊行過我嘅個卡其時嗬，伊唔知問我啥物物件，嗰時我小點物件，我個細漢時個，伊幫配喎，然後伊幫佢哋水嘅配啊，水嘅都知哦，你看只水喺哪邊咧？你有冇看我小電針去喎？哪能看了？唔知安怎演？真係每個人真係老細啲講，結果誒，真你聽到主嘅聲啊！你叫我小弟，誒，你會記叫人啊幫陪我嗰啲啦，咁嘅話都會記。放水配。嚇！你以前個無事啊，你看伊幫陪無事啊，你看 continue 伊個聲conversation 嘅了。我大學時，古早大apartment時，如果我們古早apartment呢是在是馬來西亞人住嘅，然後搬個了走個了畢業個了馬來西亞人，然後在這來進讀冊啊，所以變個在是個人來進讀冊，所以有個人國家人來進讀冊，一真奇怪喎，一10間哦，10間個人嗬，因大家講話嗬，有插講是有。cell phone 啦，嗰是 cordless phone 啦，因就愛行出來行路講話喎。哦，所以好笑是咩啫噃？啊，因真係個借我頭頂嘅apartment嘅樓梯就我每開出來就是樓梯，真係個夾你講話啫噃。因為apartment是成4間啊嘛，你明知啦500房尺嘅apartment都就落4間噶啦。對哦，所以成4間嘅，你就是講話，你個好笑是咩啫？咁當然講人家你確認嘅電話，你哋確認嘅電話，你成太遠啦，不就係收地堂啊嘛，遠啊嘛，所以人家確認嘅電話咧，嗬，你試過啦，你電話響咧，嗬，一路行出來，開出行落，開門行冇，行路邊咯，行。你行個一半身體太遠啊！嗬，你看到伊講話時，伊 hello，冇嘢咯。你就確認佢嘛？你就確認佢電話到底別笑嘛？一翻呢嘢咯，我哋翻嚟 habit 咯。So like maybe privacy 啦，係 privacy 好啦，是，啊，都咪可能聽你講嘅話是。你其實佢啲房間講話啊嘛，你使點解說一隻人喺樓梯啲講話咧？冇因為奇怪咯，10間人呢個包係啦，有可能啊嚇，嗱咪就一人。冇啦，伊厝隔了人哋講條電話就大聲。你奇怪，安尼其實個特咩有人借我頭前嘅厝嘅講話，頭前厝嘅妹講話。有可能你嘅 neighbor 是 scammer 嚟，是 telephone scammer 嚟。冇可能，一時話我頭頂嘅人。冇啊，阿邊講個 scammer 咯。
OK， 我小打。啊，這禮拜就講個病性啊，講佢比較出邊，講啊要死什麼都攞唔正。แล้ว這禮拜特別嘅邊咧是查某寶啊，個比賽講啊個新疆拍領導，個新疆領頭毛，個我啲都個。拍電話，我都叫車。拍電話我叫車，校長阿龍，嗰裝大媽走去啊，冇啊，嗰張是較早咧嘛。OK， 咁我這邊先啊，下禮拜過嚟接去廣告，冇事話，拜拜。個你講緊係 one more 啊？嗰時你講頂這禮拜頂這禮拜episode 到這邊訂，แล้ว未看到 episode 到這邊訂，แล้ว這邊訂二課，但係你本來學緊你二課咧是到來訂看訂聽，本來學緊你節目，แล้วก็จะ正訂，就往現條錄音咪是通知咯，拜拜 ，I see y'all 呀。拜，Right, bye bye.